今年因为调整人假有6天，得爱补班补课，引起真侪批评。早起伫立法院各党的立委针对国定假立法草案在讨论的时，有立委就主张讲，未来调整人假敢会当唔免个补班。针对国定假日有立委嘛认为8月3炮战嘛应该放假纪念，嘛有立委认为讲应该爱个增加言论自由日甲原住民日。 民众连续休假会出门佚佗，但是今年补班有6天，侪民众话讲伤忝。初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国定假日法草案，各党委员拢提出无共想法，要增加国定假日。亲像时代力量党团就提案加入4月7日言论自由日、4月22世界地球日等等。 时代力量党团的国定假日法是在第9届劳基法修2的脉络之下所提出的法案。那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要维持19天原本的国定假日，并且把一部分具有威权象征意义的纪念日的节日调整成符合我国当代的民主宪政价值的国定假日。是不是可以增订元宵节为民俗的节日，以符合民情上的一个需求，舒缓工作压力及活络国内的一个经济？因为83这一天。 事实上才是因为为了抵御外侮，所以全国都因为这个83的这个炮战的这个胜利，所以巩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发展。除了增加假期，也有立委联盟，若是拄到弹性放假，敢有可能干那放假卖补班？来周休2日之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国定的这个假日等等加上去，目前是115到116，也符合大院的一个要求。放假但是不补班的话，假期的部分就会超过115或者116，那这个事情知识体大。另外，针对立委提出侪国定假日的草案，除了是为了增加假日，也望加现主时规定假日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办法，为实施办法提升到法律的层级。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